菩萨道啦，所以呢，而且佛学呢，就来引申啦，咱过去咱的教法菩萨的这个典故，那么咱即阵就是白羊应验咱道共火体，使命必达。那么咱老祖师将这大道传遍天下，所以讲咱师尊师表普度三者，所谓三者就是呢，天者、地者、甲人者，对上伊是要度无难车道，诸天行行；对中来讲，伊要度人间苦众生；对下来讲，伊要度地狱无明无明。所以天地人三才同道，人贵先同道。因此咱师表头第一个度的就是度气天仙，气天仙分道就是咱的教化菩萨。所以咱的教化菩萨过去呢，只有一世，那么呢，伊来伊做高人的时阵，那么呢，伊呢有一粒很善良的心，那么伊有一个足慈悲为怀的心，自细汉的时阵，伊就拢时常要去帮助别人，伊细汉的时阵，伊拢去采药，去炼药，到处拢去帮助别人，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到了伊18岁的时阵来示众，那么呢，因为伊有一粒善心，有一粒爱心，有一粒慈悲心，到处呢，伊拢去帮助别人，去诱导别人，所以伊有功德，由上帝来赋予呢，伊气天仙，伊会当享受着人间300年的这个享宴，但是伊放袂下过去呢，伊的故乡，伊的故乡的兄弟姊妹，拢在瘟疫咧受苦当中，所以呢，伊就将伊300年的这个功德，甲伊点了这个仙丹，那么呢，投入了每一个古井，伊的故乡的每一个古井，所以解救了真侪瘟疫的人，因此